在日本我们说，想要掌控一个人，就要先肉手。没有这个吧？日治初期，后藤新平在台湾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，针对台湾的风土民情好好研究一番。而在东海岸的各个阿美族部落中，有个谜样的故事不断重复出现。那你从前，有个男人意外掉入水里，漂流到一座只有女人的陌生岛屿。岛上的女人看到男人，觉得非常新奇，他们决定把男人关起来当猪养。一整个怕爆的男人，在某天逮到机会逃到海边，拜托刚好路过的金鱼载他回家，最终成功返回了自己的部落。为了报答金鱼的恩情，男子要主人每年都向利亚里的金鱼献祭，而这个传统就是现在部分阿美族部落的海祭。一般说到阿美族，马上就会想到课本里的丰年祭，但对东台湾沿海的部落来说，海祭同样是一年当中重要的祭典，就跟女人岛的故事一样。海祭在各个部落都有不同的版本和意义，像是在东部的都历和港口部落，海祭不只是祈求海上平安，同时也有请求土地上作物丰收的意涵。这样的观念代表着族人想要一举两得。没有，代表着族人将大海和陆地连在一起的独特宇宙观。当你还在文青的说，整个城市都是我的咖啡馆，阿美族人直接豪迈的宣告，整个利亚都是我的冰箱。自古以来就陆续有记录，阿美族会在潮间带采集食物，还会用竹船和自由潜水的方式捕鱼，甚至自制渔网、鱼枪和面镜。工具人认证。一直到现在，许多部落依然保有水下猎人的传统，靠着多年的经验，直接憋气下海打鱼。而在这场激情四射的奋斗过程中，跟知识一样重要的是伙伴的力量啊！阿美族部落中设有年龄组织的制度，就像热血漫画里主角跟旁边的朋友一样，大家按年纪分成不同年级，一起经历人生的酸甜苦辣。战争时是保护部落的军事组织，平常则是一起负担部落公共事务，下海打鱼、上岸聊心事的好伙伴。在阿美族人的眼里，里亚就是个会动的生命体，他会坐下，会站起来，有时还会肚子饿，把太贪心的人抓走。而海洋与阿美族人的互动关系，也可以从他们对身边事物的命名方式看出来。例如，在海里的鱼都根据性格特色有自己的名字。这个太难，这个又太新手，有点弱啊。就决定是你啊，马杜巴亚的货！如果再细细研究部落对海岸地景的命名方式，也会发现一些小惊喜。祖先煮饭的地方，祖先约会的地方，又或是祖先坏的地方。当然除了这些，许多地名都是用来传承经验或是警惕族人的。像是以觅食者命名的地方，就是在提醒大家捕鱼时不可贪心。这样将生活经验和情趣融入地名的方式，再一次证明了阿美族人和里亚与众不同的连结。只可惜，这些充满祖先美好回忆的名字，却很少有机会被大家看见。有人说，台湾只有海鲜文化，没有海洋文化。但其实有一群人几百年来都一直与海洋保持着紧密的关系。过去说到海洋时，大多聚焦在西半部的台湾海峡，而忽略了另一边广大的太平洋上，也有着精彩的故事值得我们多多认识。阿美族人的海洋智慧，来自于每天和里亚的日常互动。这套不断随着时间进化的知识，需要在生活中细细体会、学习。近几年来，阿美族部落积极地推动文化的传承与保存，并进行传统海洋文化研究，举办体验营队，期待透过这样的方式，让更多人认识他们与海洋的故事。好的，听完这个故事，海洋看起来是不是更不一样了呢？各位海岛的子民，一起嗨起来吧！